在地人在地前来看这位20岁少年家吴家元，带着血癌，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抗癌的斗士。伊有一个梦想，骑车来环台湾岛。全国的民宿业者大串联，响应这个少年家环岛梦。伫咧环岛的期间，免费提供予伊带眠。今仔日这站是来到日月潭。 抗癌的斗士吴家元已经完成伊的学业，即摆伫各界协助下，要挑战骑脚踏车环岛，目前已经骑到日月潭啊。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骑脚踏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环岛一次的话，应该很不错。 骑脚踏车环岛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一件真困难的挑战。不过吴家元免哪抗癌，哪挑战骑脚踏车环岛。 民间团体要协助伊伫移民过程中减轻负担，感受大家温暖。因为癌症的关系，所以我其实也不晓得我未来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像这样子燃烧我的生命啊！真的很感谢那些可以赞助我的民宿业者啊。他心中有一块梦，他觉得台湾这么美，他想要把整个台湾用环岛骑乘的方式去完成他人生的这块这个叫做寻梦拼图。 日管处冒送吴家元将有纪念性的礼物来到日月潭，感受大家丰富的人情味，会更较有这个动力完成后续的挑战。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